这个奎斯纳神他经常就是在这个红
那不小心就像我们打球，不小心就是摔到那个红河里面。那摔到红河当然就是这个奎斯纳从马上就是二话不说就跳入河里面去把那个球场找回来。那个里面其实是一个吊水地方，那个河里面就是有恶魔在作怪，就是恶魔里面马上就冲出来要杀这个奎斯纳神。那奎斯纳神当然就是他马上就是精神百倍这个神力十足，就是这个把这个9头怪蛇把它驯服掉。那当然驯服的时候，就在驯服的当中，很多这个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啊，还有他的一些牧羊里的朋友啊，都在看。当然最后就像刚才大家给老师鼓掌一样，他们就鼓掌叫好。那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一人四手脚，什么时候是蛇出现，什么时候是点球凭大家的想象力哦。那印度舞蹈最美妙的地方就是抽象中有迹象，迹象中有很多抽象的东西，让大家有真实的想象空间。好，那我们可以开始哦。好。
到这个一定都会占领啊。那请两位老师出场好不好啊？那因为我们后面还有研讨会，后面还有本来开展比赛的安国起，那现在他也不在。那这个我想再宋老师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知道蔡慧丽老师，他是台湾第一个学印度舞蹈，但他跳的印度舞蹈是跟日本人学的，日治时代。然后跳的时候穿这样的衣服，但是他用那个雷姆斯放萨克可夫那个印度诗歌，所以不是用印度音乐的。所以他大概是在台湾是第二把交椅，就是要印度学印度。那说聂老师呢，他是这个大江南北千山万水走一回，他是先学这个flamenco，然后在6-7年前才开始学印度舞啊。他们在这个台湾这个印度舞蹈还有印度文化的领域里面都这个小有功劳啊。我们一看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那我还是希望说有机会，如果大家到印度去真正去旅游去看看为什么那边会出释迦牟尼，为什么很多世界有名的宗教会在那边产生，然后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印度文化，印度各种千变万化的样貌啊。我认为印度是一个大千世界，值得我们去看看，值得我们去探讨。今天非常谢谢大家，举办单位还有这个南华大学，让我们在这里分享这个有趣的这个印度谢谢你们。我们可能这些他发现那相机多少钱？那个相机多少钱呢？3000要不要？还有5000？那相机要多少钱呢？1万多块了。那相机那么好了。